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有他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古，又到了你老后生人打最久的时间。大家都知台湾是美食王国，讲到了都美食标准颜面条件，敢讲那个后兰水唔会白白跌嘿，唔过眼里讲人不可貌相，了到看个清好食的好料，放落都市过后嘅考验将正经开始。今日你有请到6个后生人，老大家共同来分享，佢哋吃到非常做唔得嘅街道，看起来当好料嘅料理，到底係乜嘅做上嚟分享。首先，大家有請到嘅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有試過無色嘅阿記嘅阿子怡。係墨魚麵係嘛？啊，係快睇咧，我上古嘅。比嘅墨魚麵還有快睇嘅行下電影嘅，等下唔就啲咧。有邊啊嘅係行下步冇？有，差唔多咧。差唔多。差唔多咧。秋啊！哦。喺nhà嘅海上秋啦，可以吃嘅係臭豆腐就臭咧。等下來談到底食到係乜嘅東西係上可能咩阿記嗬？天生落喺世界都係根本做到像客家炒肉嘅印證。大家好，我係出家中央嘅做地動戰掉嘅食物嗬，客家炒肉做啲聖誕紅嘅印證。哦，你看起來一點都不可口，謝謝。好，天生老師嘅都係呢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對韓國拉麵又愛又鬧嘅呢家。哦，韓國嘅拉麵吼，對你嚟講，一想到即係當然嘅後爛水嘅白白啲，吼，都帶咧煮韓國拉麵，用板魚來煮到都唔好食。等一下李家會教大家，用板魚煮到都唔好食，吼。提示到啦，手計台北鏡。大家好，我係主持個熱家煮料理節目以後是變做客家興南台中鋪嘅竹北橋。型南兩隻始祖的散體，在台中鋪我承認，因為你確實會主動多東西。下4分嘅部分呢？不是咧，謝謝。我哋啦，可能下聲音做的，下聲音咁講哈。聽晒啦，所以叫我哋阿路易。大家好，我係生日是拉麵食到奇差嚟嘅阿路易。Oh my god！ 吃到頭也係食到腳。身體，是不是？好，你冇講咧。水果食嘅部分呢？一禮拜有寶寶呢。我按你講，等下我上當多人吼，當多觀眾朋友會盤嘅吼。最尾嗱，最尾都係阿小鳳。係大家好，我係對美食當有要求，我係都冇食到嘅唔好食嘅，我係當貨錯嘅小鳳。哎呦！因為汪小鳳太大咗啲嘛，家屋卡吼裝定咧做頭做碼頭嘅，唔係家汪太太，係汪。係冇唔錯，就係嗌王太廚王先生。王太廚我是唔敢講，我講真嘅啦，大家來講下，自家要堅持聽出，而是好料，而是到美食有冇阿英真？其實我就係按那個人，唔過我先來講哦，我係好性格嘅人啊，我嘅性格嚟就係我嘅人腔要按講，就算真實食到唔好食嘅東西，我咪唔會缺，好，我就會食到。嘅身體聽出動快。讓你嘅人冇啦！我就算食到唔好食嘅東西，我最多就會食到較少一些咧。嗰個睇下嗬，可能最近有變潮就知道嗬。應該喺眼部卡做到嗬，冇按澎湃，冇按好食。最近真嘅有較潮咧，真嘅冇按澎湃。最近請嚟食飯嘅人，我較注意到，就唔好食啲嘛。嗰時我就食到變潮咧。我每記，你係咪記啊？你用你嘅主文嘅翻榜，它是較少。咁我看蝦醬熱料，熱量率按你看唔出來。後來認真來講，假使真是唔好食，係最多就會食到較少。唔過假使用人有動熱情啊，嗬，一下去就講，食較多啊。我就會講，排細啦，我會減皮啦，總唔得食到按到，因為我係想啊，食啦落去過後，唔係可以發一個力頭落去減皮。嗱，去嘔出來。係食強多落去。真係嘔出來咩係一種幸福啦，嗬。嗰個我但樣嗬食到好食嘅東西，我咪冇想嘅嗬，就是寧缺毋濫的意思。聽出來好食，我當然食下啲。既然愛食，就聽出愛食好料。你做埋去食到幾多唔好食，點到這個奧利度，又這個天氣這個。假使都嚟食到奧利度，你說得嚟吃困難。唔係你叫皮好紅白係咪？唔係安尼，做唔得安尼。我完全認同認真講嘅，好食嘅東西真係非常嘅重要。
因为你吃到好些东西后，你心情就会好，心情好做乜嘅事情就会好，顺顺利利。冇唔错，唔讲呢，你会坚持要吃好料饮嘛？嘿，我要坚持是好料给你，咁你就堅持某一次給他做就好咧。嘿，當歸就按到好料哦，嘿，好食就按到好料，你菜場吼有一概念吼，才知道丟到底，其實主持也嘎自煮過後，真的是很誇張。當夜在剖自己煮了乜嘅菜，就衝衝都係種破事吼，叫做。其實哦，我頭擺吼，冇主持一家自助自謙呐，係一個冇買過學食物嘅人呐。比如講吃醋串啊，是當好食啊，做啲兼一個高麗菜啊，兼個豬排是當好食嘅人。唔過主持一家自助以後，但是我看到乜嘅山菌、海梅，哎呦，我哋一下看到吼，日本嘅食物咯，我唔鬆煙啊，他們吃到吼當定位啲嘛。食落去，佢咪墊背啦。困擾咯，安尼啦，海貴州在青海做，真假？海貴州在青海做時，還就唔會變超。你做在做食材啦。你講乜先講乜？白夾唔係講乜嘛？真假？你啱用去了下塊時候，將白夾咁樣間托，真假到時就會托到爛鋪上。因為順豐嘅阿路易，唔對食嘅東西都有要求嘛。我懂堅持要吃到好吃東西，睇下做唔好吃的東西，我都說喊做得吃。唔講你嗰啲好吃的東西啊，我吃到東腳就會甜不用退佢咧，咩唔知係唔係我調喏？很大送哦。我記得我咩唔點用係咪啊？啦，我當講一件事情啲嘛，因為而家講吃到好吃，自己咪冇吃到冇咪冇西，他就甜不用退，係咪 COVID-19 啊？哦，係順豐而家我理解。有啦，你味覺喪失了呢？有啦。哦，可是我沒有那麼我按堅持，我一聽我是好吃的。啦，係也就外向嘅帶就安尼。哎，這外向就是做給行人的試用人啊，給好料食落去吼。嘿，好養，好 Q。小鳳來講下，其實我對煮食吼，要求當簡單，方法要對。方法對吼，用來煮就好食。比如話來講，嘅大韓嘅菜瓜啦、飯瓜安尼東西，一定要強麻去傾上，錯冇？蒜頭要生蒜頭。然後嘅包糕香嘅嘛，嘅通番薯葉，然後炒番薯葉，佢就要整茶。哦，香樣，錯嘛？嗰還有蔥頭，我用嚟炒真會甜。豬肉啊爆香，佢要先出水，再出油。你係用時當做調味，佢爆出來料會真會香。因為當然煮菜，佢根本就冇出油，佢就加調味料就加調油，佢用會香咯。我懂會頂呢。嗰煮嘅東西，酸吃一聽中的顯卡，預熱會揮發，會。你剛剛是不會講法語啊？佢讀到小嘅東西一下就散退，一下就得有老冇空用啦，揮發啦。我想說一下順序對，用嚟煮就好食。王小鳳吼講到一再好菜，佢漢白安尼所有嘅嘢，佢眼冇卡錯了。佢前一就要講，因為佢煮，我先煮飯，因為佢煮腳前一就開始煲到聽哎呀，謝某小鳳。唔過大家咧下家就講到一再好菜，就講到自家對美食都有堅持。唔過上海人問大家要是要安尼講嘛，都要痴心，都要信心，你根本嘅你出出聽出當好食，結果做出來，阿快太咧，連我自家都冇想去食，嘅阿姊有安尼經驗。有，因為我以前真係較少煮飯呀，夾煮飯咧。不過以前嗰陣時啊，我就想跟我較少煮飯嘅，就是煮個咖喱啊，因為咖喱就當簡單嘛。我真嘅，我嗰陣時我煮咖喱嘅時候，我真係都是暢搖咧，真嘅哦，當時會夾食到。嗰陣你煮咖喱嘅時候，一定會緊住嘅樣嘛。緊叫啊！冇錯，緊叫。冇機會攜帶。冇錯，嗰陣時我就呢有條難事緊叫，含住嘅人大嘴啊，溜數機啊嘛，跟我就想我夾煮好來，然後佢煮滾來，嗰陣。就將佢火啊開到最猛，係最猛。係後來呢樣辦？出火來，冇錯，火大就出火啦，跟我個咖喱啊，就有個出火味嘛。不過我當然較精神咯，樣辦？我當紅嘅咖喱將行去食鐵咧。老太太講吼，就算你當熱心嘅人吼，絕對做唔得安樣去，因為你下發就講見樹就三分熟，上海夾點多就動慢。嘅李家一開始就講到韓國拉麵本來煮到親難食，多但用版型煮愛當好奇。其實愛煮東西，愛都知道哦，愛看起來就懂會煮嘛。
好心球啊！我想讲，冇呢，大家有想过，你送伊几有介绍到你家煮的东西，请等人讲我呢。这个蛋包饭照片是不是很厉害？大家说有没有照片还好。哎，真给我讲一下，你睇三英地步吼，1913参加一家自由球的机，机一开始做的椒麻鸡哦，冇熟哦，冇熟哦，不过有对面哦，有对面。后来一个韩国嘅泡面吼，因为大家都知韩国嘅泡面嘛个。辛拉面嘛，最有名嘛，吼，辛拉面可以出冻辣啊，冻简单啊，煮起来冻简单。超，我就想冻简单嘅聽錯位啊，嗰種我就夾夾來煮。是唔過呢，其實泡面愛煮好食吼，真嘅冇按簡單。啊，唔過我做到唔好食咩冇按。你講多就重點咧，其實我做係知道啊，凍辣，我就冇想係食按辣，咁冇想係食按辣，你都應該買來做。加一般，冇錯，加水，我就想講，調味料加一般。我唔知加幾多啦，我就勁加嘅時間試一下面試，說你有冇用按辣，我就撈一桶佢個倒退去，又勁加一桶，勁加嘅水入去，吃下又吃到凍辣呢，我就倒入去，一直點都攞嚟做一樣嘅事情吼。你係當做係調酒係嘛？幾多？清明呢，韓國拉麵吼就幫我煮到冇米就線，煮到咸咸的。煮到咸咸。耶，就會按鈕。我拿去試煮的都冇愛食啦。因為嗰時間我其實咩凍薑嘅薑吼，我係用一泰國嘅來煮。泰國嘅就煮個快鍋來煮那個拉麵，他們你係就覺得。點碼係冇？點碼開始用快鍋來煮拉麵。你哋會做我哋做乜嘅？我就好啦好。唔過，我哋觀眾朋友是有唱嘅你家做過按歐巴嘅事情，有做過那條食派嘅料理嘛？韓國 vodka 是我們的避風港。但是有上的 vodka 也是我們的地雷區。用版型來講，等下再來繼續來睇聽下來分享了。唔啊炒番薯也記得學爆香，蒜頭爆好以後加一絲絲的水，當健福關是當唔愛出火辣嘛。佢講我記得愛加水，唔記得講愛加一絲絲的水。微末嘅水，佢煮出嚟攏係佢用完全看感覺嘅，佢就拿個過濾水壺油嘛，火條大塊，長出跌落去，佢就開始加水，然後加咗以後，尾啊就炒番薯葉，就有番薯葉湯做嚟食咧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家是問到大家七家做食派嘅料理，七家體類就係七家。唔過你下是問題呢個，你體類唔係披薩，是係亞界沃卡嘅，有乜嘅體類料理咧？白謙先來分享。來，我來好好講一下，你一隻故事第八度嘅主角就係張媽媽哦。有隻故事吼，該背景係多，因為最近哦，我老太咪開始學我什麼嘅減糖嘅原則，就是減糖飲食啦，想要變瘦啦，咁樣。不過幾時去到 Costco 美食嘅講那個市場係賣嘅香菇肉吼，香菇肉嘅煮法其實都簡單啊。不過我老太是老人講哦，阿哥，用為大嘅食香菇肉啊，按羅按唔好食，按艱苦嘅食法用為食落去哦。結果我一問日下才發現，因為大白請係嗌咩煮香菇肉本幾食，結果咧嗌咩係用水嘅。大白全攞香菇肉啲味道嘅梅哦，全煮出來溜走出來咧，冬天咪會老啊，唔好食啦。到兩片哦，我真的是要不嘗試哦。教一下大家，重性上酥肥雞胸肉，非常好食，你非常正確嘅做法，大家要聽清楚哦。所以兩隻步驟，第一步吼就係撈水煮滾。你睇而家全部哦，按簡單嘅步驟，撈水煮滾，看到個啵咁樣是代表煮滾咧。第二步吼，撈那個腿邊嘅香菇肉跌落去，丟進去，佢冚起來烚差不多7分鐘。會記死哦。記得嘅火係切體。火，錯，火係切體，冇錯，緊住緊落哦。切體之後冚起來烚7分鐘。按用之後7分鐘就到，再夾夾拿出來，按樣切開來個香菇肉，最好食啦，唔係便宜，唔係廉價。該地度嘅梅吼，真的，哎呦，很好吃。哎呦，你下夾夾你試看咯，跟阿燕真加糖講嘅係白欠媽媽嘅故事，張媽媽嘅故事，你要講李爸爸嘅故事。唔錯，李爸爸佢本身咧就係嘅吼，東西又熟啦吼，有啲嘅味道。
伊就做在说下去爱咧。吃到牙巴可能无香力，香油。老爱穷用。有可能。然后同大家来讲到迄过年嘅故事哦，太起家就是到东棚拍错嘛，大家应该记得过年30嘅時間，你吼做唔得種菜全部都色鏘鏘，因為愛年年有餘，嘿，就會留掉嘅按呢。嘅年初一大做紅蟲啊，阿爸就同我講。哎呦，真係啊，紅蟲咧吼，我要煮鹹梅哦，我就照到佢做下去打開來。年初一我就叫出來咧，迄咁痛嘅叫字冇，像個阿爸有冇按好，我真係做阿妹啊，做妹嘅按背後背阿爸嚟煮飯。唔係，我同講，前一安補咧要留掉乜嘅煙蟲啊，嗬，然後一時時咧，嘅長菜，一時時咧，嘅嘅，一時時咧，嗬，全部就按嚟，一時時咧，阿爸就按嚟全部都篤。就定義起韓國哦，嘅煙囱佢係唔可以切到幼幼，切到太太地，冇佢冇切，幾條？嘅魚肉全部就按嚟對下去。不切咩嘿？那個刺啊，魚骨頭刺。兩個要分開來，唔過佢要提上來。嗰刺行係冇分到一清楚哦，所以直接會處理。長菜你冇切，全部就對下去，搞掉乜嘅火無了，係同個鬼太煲真是吼，就像個有加熱過的廚餘。你就講迄執通就做得嚟咩？過年過節其實我種下面還安用嘅，我們鄉下也是這樣子。什麼肉該東西趁下來，全部煮給狗吃的，就是這樣。完全係有都紅啲梅。哎，我咪真輸呢。愛吃到糖糖呀故事，愛吃到你真嘅冇走中，迄牙巴強嘅，迄牙巴生意，到了師傅嘅能力一定強，中央。今年呢，我真是吼就較超一些啦，因為冇什麼嘅東西。人過年吼就冇啲減配，人過年還做得減配，你好好什麼 ？Appreciate your mom, your dad。我聽你阿爸嘅記班啊！有可能呢，還是製作人跟我爸串通。你係當好嘅事情，那個阿至於咧，你阿母卡又發生哪條事情？我常聽嘅阿子認真嘅故事，我就講我母卡嘅東西很算好食嘅，很食的，很食嘅，冇躺起來真係有啲會山珍海味咧。因為我母卡就會做一件非常特別嘅事情，佢就會清烤炒飯。其實你大禮拜嘅菜色就會差唔多嘅。我那係你前一年有吃乜嘅鹹蓮魚嘅花會留下來，因為你母卡做嘅人是等於都是一絲絲的嘛，就會留下來。跟住啲平常特別都看到嘅鹹蓮魚，我就啲嘅。間嘢會做乜嘅？鹹蓮魚炒飯。冇錯，鹹蓮魚炒飯。結果呢，我就試了鹹蓮魚炒，不過你不看鹹蓮魚炒，真係會非常嘅得人驚，我真係就批到就上來盤咧。誒，係唔係有成功？冇。恭喜！因為個鹹蓮魚，那係佢變成炒飯唔點，因為你不卡煮出來，炒出來就會都有個魚嘅味，就是那個魚味。粗香啊！再過來呢，你個炒飯嘅印象就會非常嘅糟糟嘅嘛，就當好是一粒嘅啊，冇，你不卡係濕嘅、軟嘅，啊食起來就。老唔講，佢唔係炒飯，佢很多燉飯。冇錯。其實一直唔飛咧，人爸爸媽媽愛做嘅係梅。啊，你老都會炒飯，真嘅係炒飯，結果我也係，那看到平常碟，佢真都看到平常碟都話係有鹹蓮魚，我就啲嘅。間日愛食鹹蓮魚炒飯，我就會吃咗老爸爸，聽講你係要寫愛做，係要條路愛做，係冇菜哦。聽講係有朋友有。關於是當後生，還是吃到嘅應該係煎加下嘅魚，咩話有辦法嘅東西。我當後冇細槍啦。哦。冇。沒有。你冇看？就當煎嘅鬼魚啊，嘅鹹蓮魚飯係當好食嘅，不過變成炒飯就當唔好食。喺亞布卡嘅炒飯有問題，唔係鹹蓮魚嘅唔錯。冇想講啦，我漢白去做阿爸做嘅梅嘅相片俾人看，你就會真實嘅。嘅講到不卡人，你聽咗講黃太太係冇？我頭都見過，我俾知道黃太太做嘅咩做。因為家嘅係執頭嘅，唔點好。沒有，因為黃太太吼，佢當班煮乜嘅，因為煮飯就要煮菜，挺麻煩。有時候佢煮麵，佢煮麵沒有高湯，佢喺湯頭咩冇爆香，佢出只樣啊，佢出只加水多條油。哦，
就去给他投票，这么日式哦。嘿，我想讲现在嘿，把它酱，是个手把吧？他们日式的酱油味增汤底啊，冇就挑油，哎，行咧挑油。我就想我形容个煮面，其实唔本来看啊，而他把煮面就用吹起来，用吹起来，用吹起来。哎，其实王太太动聪明哎，因为杭白甲所有主动是是高本机嘞。嘿，结果我哋黑埋就去买味霸啦，嗰係那個哎，一個很多沙茶醬哦，所以加沙茶醬唔是打挑油。因為從頭開始講，你按到沙茶醬，你按到挑油，你按到味淋，係要包葱油，唔做得解釋咧，唔好加挑油安尼哦。因為講係搞生嘅腔樣，嗰係要炒嘅番薯葉啊！我講我炒番薯葉，記得學包香蒜頭包好以後，加一絲絲嘅水，當健福關是當唔好出火難嘛。佢講哦，記得要加水，唔記得講要加一絲絲嘅水。微弱嘅水。係啊，佢煮出咩人係咁樣，完全看感覺嘅，佢就拿個過濾水壺油嘛，喺嗰條大塊長出跌落去，佢就開始加水，然後加水以後，哎，阿比亞就我炒番薯葉，就有番薯葉湯做得食咧。今年已經有煲湯係嗎？係我煲湯嚟自己。不過就算唔會煮食，因為台灣係美食王國，萬乃是有好食嘅東西，尤其係夜市。大家到夜市，咁有食過地類嘅料理咧？你家？有，我去夜市嘅時間吼，大家都知曉講，當到夜市都當到嘅連鎖店啦，吼。最有名嘅係乜嘅？就係個豆味牛，嘿，一骰子牛，豆味牛啊，有一般吼就去夜市嘅時間吼，一豆味牛吼一肉凍肉，韓國呢最重要嘅點型嘅態度又唔好，故所呢你食到嘅心情呢，韓卡唔好唔掂喎，故所一豆味牛吼，我真叫老人講嘅，真叫本嘅豆味牛啊，吼，因為係刀啦，因為係刀音啊，就是很爛的梗，我也是不太。就味道味不過一下水問我就是一開始最好奇嘅那種東西，就是講雖然唔係夜市，嘛係觀光勝地，大家聽到會去嘅所在，所以淡水嘅鴨嘅。冇錯。霧色是墨魚麵嗎？讓我講。冇，講到淡水一定要食鴨腳嘛。唔講你嗰時有一年，我就當上去食蝦腳，就忽然之間都有食鴨腳嘅感覺。古種嘅我就行啊，看到一間店，點解都凍凍嘅？應該係凍好食咯，還有白啲嘅啊，我就呢批食嘅，我就炒啲嘅片，就掉啲鴨腳上來，看到因為嘅鴨腳嘅醬係烏色嘅喏，我就想可能係特別嘅口味，我就食嘅，佢面是真嘅同特別係樣辦，就當初一啲食嘅早餐店啊，做酒店嘅黑胡椒麵，黑胡椒口味的。唔講，有黑胡椒嘅其實這通習慣嚟，其實這通習慣嚟。唔真嚟，唔但止有黑胡椒嘅口味哦，還有平常嘅味，就幾種冷凍嘅味啲咯，啲嗰種冷凍味嘛，真嘅就會食到會驚，就嗌出個準咧，真嘅食到出個準咧，結果嗌就條嗌就想做對冇食嘛，唔講嘅嗌就有啲排泄，結果嗌就糖到順後，青島人出個吱吱喳喳就講，個口味因為有個黑胡椒嘅味，真嘅乖乖，原來大家都本記條偏到咧。老多嘅烏色嘅鴨嘅，老多本單老多係咪個特殊嘅口味？係嘛？結果食落去是冰箱黑胡椒麵口味鴨嘅。佢喺特別寫說什麼幾年老店。這就變動機的意思。因為個鴨嘅冰3年。這就係黑胡椒變動機的意思啊。黑胡椒口味糖係咪凍好食啊？都對啊，合理。香港人都係超強化意思困難。嗌冇愛，呢種唔好食，千萬唔好請啊！嘅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去我杯食東西家，切家唔愛煮就算啦，還食到呢條體類料理，你會欠冇？會不啱冇？等下再來繼續啦，聽下來分享了。有一擺我去百貨公司食個拉麵，麵如果是太貴了，結果我看到一堆糊糊的東西。挑絲。我冇解。挑絲。唔係挑絲，是扁扁的，東窗嘅那個鍋巴，唔係翻來的，叫做無色咖啡色，無色咖啡色。哦。是解體的器材的。
欢迎大家到到来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，而家讲到去诺贝食东西啊，食到雅思，食到嘅观光景点啊，呢度千电影样嘅东西。唔过台湾要按到诺贝点头，只要卖东西，不讲喺点心店啦，又係講嘅都有傳統，唔識個千度嘅傳統歌曲，要本人講，嗌法師、嗌戲師、嗌祖師，絕對唔好個農業烈檢定業鋪，喺講嗌講農業，嗌就老嗌腳踏團體，要按呢理解要按樣情況。伊喺傳統吼一啲種類嘅詩曲啦，吼，有一擺其實會上喺複合式的餐廳啦，有一擺嗌就去食嘅韓國嘅拉麵，因為大家都知吼，加上擺嗌煮嘅韓國嘅拉麵吼，嗌就當上愛食，但是冇食到當好食嘅嘛，嗌就講誒，去隔壁來點款哪好咧，跟住嗌冇食煮就點嘅韓國拉麵，唔過嗌想講韓國拉麵應該底部都有乜嘅什麼係年糕啊、菜啊、肉啊，嘿，一條東西，唔過呢嗌點出來以後，佢丟出來以後呢。哇，真嘅係大傻眼，用白講呢，因為佢就係新拉麵，嘿，佢就係完全係新拉麵聽聽，韓國你食起來吼，又係又冷又熱，板小冷炒嘅，板小你可能讓人聽哦，要加水，要倒退，加水要倒退。快唔啲，反正感覺會吃到哇，用完有按油嘅拉麵哦，就當像拼命吃純嘅共用。板小人哦對胃唔好，會餓力度。嘅記住誒，最少無味、無絲、無關係，最少對胃唔會傷害。係冇唔錯。佢要無辣係冇？係要無辣，但是有些矮嘅。唔啲食了去做嘛嘅，唔過殺下來了嘅故事，嗌搶所有了下韓對食飯嘅觀眾朋友，先老眼快嘅，老眼同時變下來，因為等下你可能會食唔落。啊，約意，阿如意啊，你故事等人講啊。當電影講啊，然後大家講，我當好是跟意思跟拉麵嘛，那大拜師咯，如果老給師咯給碗都變過來，全部是槍槍哎呦，全部是腿，嘿，全部是槍槍。有一擺我去百貨公司是個拉麵，麵都會是太貴了，譬如我看到一堆糊的東西，挑絲，糊啊乜嘅？挑絲，唔係挑絲，是扁扁的，東窗嘅那個蘿蔔。唔係翻來的，佢就無色咖啡色，無色咖啡色，是解體的器材的。當地人講咧，竟然冇現場冇叫出來。當地我嚇都叫出來啦，我全部都會是槍體，你點冇？而係加最後一隻動作，按呢時間看到佢係冇？冇，差唔多，差唔多。佢跳到每口呢都食落去咧。咩有可能啲配上應該放喺底度？啊，這麼小氣的店家，要給也不給完整，給半隻啊！嘿，我老給天家講，我記得講，哦，我就揾一碗幫你食好冇？揾嘅咪咩咁樣，那係其他的煮的啊，就可以湊齊那個頭跟尾了。他怎麼給我湊那個要幾點啊？出去啊！你就拉一講，我幾點之後可以換什麼？哦，幫你換3隻。那之後就會唔好食咧嘅東西，我行做得冇味時咧，我就真嘅冇法度。真見做唔得，唔過我當培訓嘅是係講，你要老了鋪過那東西嘅痛，到佢食落肚，還食到都會強，給你一個掌聲鼓勵，好可怕！該八點，因為老馬上應來講，東西真嘅唔好食。各位觀眾朋友，我要把尊敬的本事拿出來，我喺度搏下咯。富有神氣，該尊敬你唔定掠下就看掠心哦。有一擺吼，我去冰橋該間店吼，到公子翠該片吼，接潤啊順行哦。該片吼，我因為我都中意食該北京烤鴨，我想講該拍個動態啊，應該動好些啦。我是買了一份哦，最大隻嘅，就是那種大隻全鴨的，好喲，凍貴哦。買轉幾日後咧，結果咧，我食該鴨肉哦。凍螺是酸的，和凍冷係冷嘅鴨肉。韓國我食嘅北京烤鴨，咪係要包嘅餅皮嗎？是啊，嘅餅皮韓本來少餅一包呢，係咪凍歐巴？韓肉嘅餅皮是酸的，還有加個甜麵醬，係咪？個甜麵醬，哎呦，還有秋酥味係嘛？粗燒味凍起來嘅梅絲。
韓國，因為大家注意起台就係炒嘅鴨肉啊，骨頭嘅部分啊，肉下小嘅部分喺咩凍酒凍好食。唔過咧，介因為加聽面就味道怪怪啦，啊炒起來味道咪凍怪，皮起來是凍難皮咧，是像嗰種吼你。為嘅牛龍狗吼，佢身上嘅病體以後，佢是唔想嘅是嗰種臭哦，真的非常臭。跟你有反應冇？冇啊，我是懲罰他的方式係嘛嘅，你知冇？就去到節目當為罵佢。等一下，你那兩下做料理節目嘅主持人，我想你可能那個形象要顧一下。給阿小鳳要度過那條請等人講嘅等人為嘅是咪有賣嘅雞翼包飯啲嘛？喺日本嘅居酒屋食嘅雞翼包飯，我想講，應該較高級啲嘛。上來以後，我把食全部看到凍醬，結果我最後咬以後，我看到地包飯，帶風嘅，我想講，應該係乜嘅？嘅番茄醬炒嘅飯，把它灌進去，懂用心。結果顯冇乜嘅不太對，你冇？所以我發現咯，嘅骨頭係生嘅，啊，家看到嘅縫縫嘅，係骨頭係碎，你冇？我就有一些想咬，啊，最後我結後我咩真嘅咬出來。我係服務生來，我講唔看，佢講，怎麼了嗎？你日本啊？冇，地台灣。他講冇，我說你這個是生的呢，而且還有血水呢。你講哦，那你要怎麼樣？我講我不吃啦，哦不吃了，你就拿賬單。你還拿眼子筆，你幹嘛呢？不吃去結賬啊，然後跳，就很生氣啊。真嘅會，就皮膚淺的。最後一個調價給我算免單啦，不過我食到嘅後吼就懂惡心生嘅你嘛，你有冇講生魚片？你生嘅雞翼肉，帶血水嘅飯，哦。拄到安尼情況，喺韓國哦，你去酸裝，跟去減錢，你真嘅係令火參天嘅。佢真係普通代表出貨你。真嘅，不過睇晒到啲嘛，台灣唔單講美食，唔單講夜市檔檔，唔單講傳檔檔檔，便利商店嘅係檔檔人，比如講檔炸轉現人，有一個好食好料理嘅蔬菜，不過有啲便利商店賣嘅東西，唔係真正當好食咯。啊，自己先來分享下。哎，真嘅係當好食便利商店嘅，因為便利商店當吃價最看嘅熱量嘛，就當好酸。有一擺我真嘅就當上來食嘅熱狗，係有一擺我就看到嘅便利商店就存下最美一件熱狗，我就想啊，我真嘅當上來食，不過佢看起來真嘅較唔好食，看起來就糟糟，就黏黏。冇錯，結果我係啱啱我去買咧，買出來過後食起來真嘅都唔好食。嗰個你嘅聽眾朋友要相信自己嘅直覺，看起來唔好食嘅東西就莫去買。你啊，種就要去㗎。看怪，真嘅，我自認活該，係我嘅問題。不過呢，有一件便利商店哦，因為我真係就青島市隔壁，我單日都會食隔壁，我有隻枕頭，就係隔壁枕頭。嗰所以件事，我就去一間便利商店，揾到，結果我就買嘅隔壁揾到辣條，台灣我都食辣條，我食到我真係會嚇到，我就想話，迄個店嘅嘅機器有問題，係迄個隻便利商店有問題，結果我可能係廿10萬有問題。因為其實係真係非常嘅用心，非常嘅狂氣，就當種咖啡水。哦，佢當好啊，本意用心，阿應陣可以分享嘛該。我啱同大家講，因為有上次便利商店嘅東西係看唔到嘅，但係看得到佢嘅下邊甜甜。佢看到包裝甜甜。冇唔錯，有一擺我就做動搖，都市動搖，想講便利商店買東西好咧。唔過話啱咧咩冇乜嘅現場，我就看到有一盒嘅雞髀油飯，個相片看起來嘅雞髀動態呢，啊動醬動有精神啊，雞髀動有精神係乜嘅意思？就係佢看起來動有精神嘛。就清香，你就錯嘅。有潤通啊！有潤通嘅雞翼。要7分鐘要就7分鐘，我想講我嚟買好咧。結果，我同講我打開來啊，個飯吼就凍硬，個雞髀咧吼就看起來佢半夜冇水冇啊吼，比係原本相片當紅嘅雞髀，細差唔多，剩1/3安尼。係非常基本嘅。唔過都小好多。唔過油飯個安尼用板子。係啊，問題喺度，個油盤嘅重點喺度盤係雞髀吧？係啊。好，我同大家嚟講，個油飯咩係當好笑，油飯嘅重點應該係飯，從我肯定會食飯。
唔講係同講，佢嘅重點係油，懂油，米醋嘅油，而且真嘅係油飯，冇錯，唔講，佢嘅飯哦唔但搶油哦吼，咬起來咩凍硬嘅，所以真嘅懂難食。最得人講佢就會講吼，它會讓你流連忘返。電動還會衰冇嘅時間，因為有做工還會做一唔爽快。我聽講，清早就炒嘅。冇錯，我聽講香港嘅時間，我做工人咩懂牛手，就懂怪嘅感覺。啲油飯就會幫人什麼火氣大嗎？啊沒愛嗱，真係做唔得。不過有陣時候有啲便利商店想要推一個新的有創意的東西，不過真嘅千萬不要隨便嘗試，把看半日30秒鐘來講一個電影這樣嘅故事。好，因為我看吼，係中東歐模式吼，你看在便利商店最近推出一隻吼，按到嘛個薄荷巧克力菠蘿麵包，係因為韓國的吼最近推出嘛個薄荷巧克力炸雞、薄荷巧克力的東西產品，都拿鐵啊那啲東西，錯，嗰推出了一隻新產品，按到薄荷巧克力菠蘿麵包，結果我買專業去看哦，奇怪了，你東牆喺上古嘅胖啊，你知嘛？全部係搶這個外表，韓國食落去吼。完全冇巧克力，冇薄荷咧，根本從因為吞嘅牙膏你知嘛？直接食出頭的咧，因為你花錢買個，還冇便宜哦，你專業貨卡牙膏擠出來是還要去買來胖啊，用啊上用嘛，還用你還騙錢的呢。我喺上班買安用英賣，結果我的室友就講。你怎麼花錢去買那個上古的東西呢？我就覺得很受傷。唔過咧，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唔單搶呢條所在，而你出國外嘅時候，有陣時就想來體驗菜地嘅料理、菜地嘅東西，到底有好什麼？等下再來繼續來聽下來分享了。睇起來咩動響，唔過呢，食起來無味無絲，加啲麵啊，咩軟單的。當然是，我做的是個唔好吃的東西嘅咯，我都食唔落去呢。係啲咧，你講嘅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加問過大家食到台灣嘅傳統、台灣嘅料理，本人知道難度體力，唔過有陣時你去國外去旅行，就會想去體驗菜地嘅人情風土、菜地嘅料理。結果唔到底啊，就難度太體力，老師講詐死嘅情況有冇啊？認真。我同大家來分享到係有一擺咧，外地嘅中國大陸嘅溫州嘅片，我食到嘅法條，啊，那個挑，我真是吼食到我就會挑起來咧。我同大家講啊，一開始看到嘅時節了，佢有一些嚟唱嘅清真嘅感覺，大唔夠就加條嘅醬料。大家就講嚟吃過那，就會乜嘅彈塗魚啊。我就想講好啦，嘅愛好就夾一條來食，幾件唔係好食唔好食嘅問題哦。係比法條吼，佢本身就上段嘅，細咋聽。龍在寧夏。見仁見智啦。我只有冇相信佢，不用到人面頭前，不用到人盤嚟丟嘅時間，就你肯定一下個。重點係咧，吼，唔分唔出來佢嘅骨頭，然後佢嘅肉到那一片，佢嘅肉，然後佢嘅內臟到那一片，你就按你幾條嚟吞下去，結果咧個五味雜陳嘅感覺，又有條嘅3D 立體感。你條嘅按你食嘅就四老肉，叫他食。啊，我有一些咧，半日嘅刺觸到，啊，水味咧，我又唔知道，我到底我用嚟吞下去，我驚我就會送醫院咧。嗰種我要按嚟盤出來，盤出來咧。一擺本人食落肚誒，唔是麻煩。按自細吼。是夢兒哈。你講頭擺遊戲過嘅，按你丟電去肥豬做個子宮係冇？要搞完。去搞聽聽。好沒意義哦，謝謝。好，我們來問其他嘢。冇啦，真嘅，你肥豬，你睇下天從有去過肥豬嘅你，像你聽聽，肥豬有哪啲東西料理不能吃到，真嘅懂唔慣。真嘅吃到各國嘅文化完全冇共樣，像外頭嘅主食啊，迄米啦，韓國麵啊，也條，唔過其實係去肥豬吼，佢到嘅主食換到英腳啦，係英節啦，嘅英節啦，佢出換到圓圓嘅，佢上到圓圓嘅，韓國又。泡泡嘅就很像抹布平庸，真嘅都像抹布。佢食起來嘅米線，我知道咩？
唔知係咪種抹布啦，但是其實起來就會酸酸嘅。係，我說係文化冇強用啊，但是食久了以後會習慣啦。通常就這樣擦桌子嘅須知，然後垃圾嘅東西又爆死咗，要抹布穩啲嘛。係真嘅就像按用嘅感覺，因為其實會用樹來色啊，就用樹拿料來色啊。總擺你家講到嘅香蕉嘅時節，今日講香蕉光食起來像抹布，像作布。古所講，你家真見有食過作布。具體食過冇有按了解。咁我講到肉，有人學白吃，唔係講肉嘅料理係嗎？錯，家下認真唔係有試過種過嘛？我未有試過。你係溫酒，你係以哪位？我唔記得，唔講我記得家家師傅當難食。前幾哦，因為我頭排去中國錄節目嘛，有一排有工作人員非常好心哦，想講哦，去到改片啊，要讓我們融入在地嘛，賣菜題嘅師傅呢，鐵神哦，不挨都有選。結果佢賣嘅東西，佢老人講，你按到肉夾饃。肉夾饃布，按照肉夾饃啦，肉夾饃，佢個外表是凍像嘅台灣嘅掛包啦，底部有爆牛，哎呦，我想講哦，台灣嘅掛包凍好食啦，還半肥半瘦，哎呦，還就鹹菜，哎呦，然後結果我食落去啊，哦，cái面皮又硬到會死咧。哦，凍螺凍糟，冇埋水分嘅感覺，香港嘅地盤都咁樣哦。按凍樣嘛，就係肉嘅味道嘅東西啦，嗬。唔係呀。MD 係食落去，MD 有什麼東西真嘅非常難食，所以後來我看到嘛個肉夾饃嗬，直接打叉叉，唔係掛包意思哦。你係到東北嗰片，你係肉夾饃是給到鐵樹嘅那種點心，不過雞是係這種硬硬嘅，他們就是這種硬硬的饅頭的感覺。冇種意。沒關係，我們南方人吃米就好。米然好食，不過咧，阿魯伊吼。其實去過全世界大頭我們講係美食沙漠的國家，所以英國。英國，我之前去英國遊學，所以特別待下久誒，所以就會想去食個家鄉味，所以我就去食個香港嘅傳統，然後點個公仔麵，就覺得東上去食個有那個家鄉味的東西嘛，公仔麵，結果咧，佢個公仔麵來咧。看起來啊，就像個台灣的泡麵，同像個統一肉燥麵，吃起來咩凍香，唔過呢，食起來無味無絲，嗰個麵啊，咩軟爛爛的，當然是我做的是個唔好食的東西嘅咯，我都食唔落去呢。係啲咧，你成日搶師傅出來，食到唔好食嘅東西搶師傅出來，結果你個，你買唔起。你講到做公仔麵，你見面喺假師傅難怪，因為你家揀男朋友喺香港，而且學到半斤半桶水，就去英國開傳統。你看到都混掉了，不你發現？哎呦，你冇好過開年嚟你講，不要再害人好不好？不過大家講下講嘅係設計故事，你下半台來分享下，係身邊嘅親戚好朋友寫到動奇怪，不知道要叫思考一講很離奇的食嘅東西，好冇？阿志。我咧分享係我嘅朋友，唔係我，因為我感覺佢係有啲會殘忍，因為佢嗰陣時就去馬來西亞去旅行，然後呢，佢就本嘅菜市嘅人咧就招待嘅講什麼嘅海龜卵，世個，佢說係小海龜的蛋，小海龜卵，佢就講，佢小海龜嗰陣時佢就。非常嘅，做個思考講到底愛食還係唔愛食。唔過呢，菜市人就非常嘅熱情講啊，溫食，哎呀，嗰時候佢就拿起來，如果佢快果然上起來就係圓圓嘅，佢撕起來係當有彈性嘅。懂神啊，就知道啦。唔差，唔過感覺講到底好食還係唔好食，佢就講其實佢完全唔記得。好吃還唔好吃，唔過佢一下真嘅就是他想要懺悔，因為外台佢做個天師幾條錢，然後呢個唐總朋講真嘅寫海龜太細，因為佢講我非常後悔。真嘅哈，我們人類哈真的是下跪。咩你要帶回下跪。帶回下跪。白 Cam 來講下呢個。我身邊嘅好朋友有食過嘅。錯，大家先啲我你一下就知道處理按到 Allen 嘛。佢有一擺去嘅新竹嘅東門許昌哦，地位都有一家店是清藏料理的。佢是點嘅那個，其實有個先講一下，佢大項東西是非常好食。過是就一項哦，聽說會讓佢那個導讚一下，就按到糌粑酥油茶。
糌粑其实点嘛意思哦，佢掂嚟以後，佢送落哦，佢牽到凍牆樹枝頭你知冇？凍牆啊，佢什麼未凍牆？結果咧，佢食落去哦，cái糌粑它會綁cái牦牛啊，就按到那個酥油茶瓊下去啦，所以它就一個套組安用，又糌粑又酥油茶。糌粑係技術。嘿，樹枝頭啊，酥油茶是一食完安用。結果你去食個糌粑食落去以後，哎呦，完全冇米是酸的，它馬上散開了。你有去那種那個海邊玩過沙子嗎？哎呦，抓起來散開了，哎呦，啊，凍起來咯。結果佢想啊，冇買米是我綁個牦牛奶瓊下食咯，結果就食落去，個牦牛奶係燒嘅，個係鹹嘅。牦牛奶因為是都甜嘅東西，牛奶啊，都咪凍甜啊，結果係鹹嘅，還係燒嘅，韓國還有酒香味呢，非常重的酒香味，好像現擠的一樣味哦，喺37度嘅感覺。因為看家後背又有個3條牦牛可能哦，就糖到冇嘅上面咧。你確定牦牛是冇？不過我相信個牛奶冇聽錯係甜嘅，係因為啲下食嘅東西都有加嘅甜。我可能記得料理經驗又變ram哦，有可能因為可能在那邊比較難攝取源，對，可能好少，所以佢會到個難差啲會變ram嘅。係啦。不過講到非洲大使哈，今天的非洲代言人唔但講去過伊索比亞，嘛去過肯亞，係來講下肯亞學到哪啲東西。剛他講自己講愛下跪吼，每次都愛真嘅係愛下跪給人啊。你們要跪下來。係，我真嘅跪下來，用辦講呢，因為嗰時愛去個肯亞嘅時愛英文冇當好，喺度愛嚟向下去嘅英文當好吼。唔過佢去肯亞嘅時間吼，佢哋都當好識當到配牛嘅東西，佢啲烤肉餐廳係非常有名嘅，聽說去當天聽說係識當到配牛嘅傳統。嗰時就研究去識咧，佢配牛傳統係按牛，佢係送過來嘅時間係個牛。佢上面會有個小插旗，說這是什麼肉，但係他寫英文，我看唔識，我就罵給牛，我都生按牛。結果呢，清明嘅時間，我識睇以後，我就看到個小插旗，蛋狗寫 BUNNY， 罵嘅東西。巴尼，土啊！我識到土啊！Oh my god！我啲做乜嘅？我就想講，我都識按動牛的，我還唔知條錢，我識嚟罵給牛，可能有鴕鳥，可能有罵嘅，可能有罵嘅，可是沒有鬥狗啦，所以我知道。應該啦，不過安尼去到國外時節，就算安尼就推買個嘛強咯，拄到呢種冇熟識，也係講唔知佢係乜嘅東西。最好還是先問一下，也係講去這下呢種東西到底有符合自己嘅條目嗎？將會係難度提來提醒大家要尊重，還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好嗎？我記得咯，下禮拜仲有時間，我哋繼續來收看安尼嘅後生睇上講，要花睇卡多，講嚟了，拜拜。吃過驢肉火鍋，你好鹹啊！凍死嘅啦！我在四川。那呢個馬牛，不好吃，那種你不會吃的。可是我必須說，三槍肉真好吃。裡面我看到不明我在不明會吃三槍肉很棒的。哦，你知道台灣這邊很有